台湾雕过去外销大部分拢集中伫美国甲加拿大，面对美国的关税税率也无明朗竞争，市府农业局即届嘛成功来开拓新加坡的市场。上午有的市长黄伟哲伫个将军的智慧水产加工甲物流中心举办台湾雕外销新加坡的风柜客运的仪式。台南的台湾雕外销的最大市场是美国，那么因为美国川普总统对于台湾的这个关税税率还没有确定，所以导致很多农特产品的销售到美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我们积极开拓外销的通路，这次在新加坡食品展里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就是我们的台湾雕这次获得新加坡采购商的这个肯定。因此呢在食品展4月份的食品展结束之后，现在7月份马上就有第一柜的台南台湾雕销售到新加坡。那品项相当多，在我面前大家可以看得到，有蒲烧雕，也有这个炸鱼块，那么也有整只的这个鱼的条冻，那也有这个鱼排，像可以用在火锅的鱼排，这个品项相当多，那可以进去新加坡市场，这是非常好的。市长表示，即届出口到新加坡的台湾雕产品，包括鱼排、带皮的鱼片、规只的冷冻，适合火锅加各式的料理。另外，还有已经料理好的蒲烧鱼腐，甲热煎鱼排等，将供应侪间的新加坡餐厅甲伫超市。即届由着台南市鱼产运销公司甲伫龙润食品公司来合作，第一批大约有5栋的订单，希望会用为渔民来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